大基本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人咧讲，猪头皮怎无油？经体一个人爱碰风煞无实力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猪倒伊猪读第一条。某人读做猪，猪就是一款精生啊，头大大，耳仔大大，啊那目睭细细，四肢骹短短，身躯肥肥，鼻仔抑个喙拢长长，一般拢是饲来食。某人饲来做宝贝动物，因为古早牵猪哥去拍种猪哥的痟。比如做好色的查甫，咱讲是猪哥、猪哥神；另外古早抬猪的所在，咱讲是猪灶，嘛人讲是猪肚；另外好牙，古早讲是猪哥牙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猪哥神，意思是讲一个人好色，买当讲是七仔亏、七哥、七哥神。第二个词读做死猪仔价，这个意思是讲一项产品的价销是固定的，不爱个人抬价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比如讲，这间店的头家卖物件价销真硬，拢是死猪仔价。要毋过，若是看到四姑娘仔来交关，就喙烂哭哭流，猪哥神夹起来凊彩卖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猪，某人读做猪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